林美燕擔任議員，加上李到任期連續服務地方已經滿30檔，拍算交辦給後生。5號總日巡近100名南區鄉親特別來議會旁聽。質詢當中，意外出現消防人員戴頭盔、身穿防寒背心等安全裝備，提出議員就是要凸顯日前消防人員無緣無故在執勤當中被人攻擊，所以要求所有安全裝備一定要保護照到。這個是我們的消防人員，他身上穿的這個就是防護罩的頭盔，還有這是環切割背心，這個頸部也是一樣，幾年前也是因為就是救護人員、救災人員被人就是割喉這個部分，所以在整個一套裡面，我們看到保護頭部、保護頸部、保護心臟這個部分，這東西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器官，人的器官。在前一段時間，我們也一直在反映，我們必須要把設備都做好。我們現在每一台第一線的救護車，61台救護車。每個車上至少有2頂的，現在我們同仁穿的這個防護頭盔。那專責隊是3頂。那包括現在你一直關心的這個防割背心，雖然它不是我們的救護的基本配備，但是我們在所有的專責隊，每一個專責隊都有8件的防割背心。我剛上任市長的第1年，消防局那個時候的消防員，消防局的同仁大概700多位啊。700多個，700多位啊，那現在已經1065位了。然後我們那時候的預算17億，現在預算超過34億5了，所以已經成長了1.02%。那我跟102%。另外，面對超高齡社會，結果台南敬老開福利也停留在上基本。議員希望這嘛唔通加其他5島差傷濟，至生育率的提升、甲有薪婦女的福利等相關照護經費，嘛希望台南加油唔通個敗尾啊，共同打造全齡友善的幸福社區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